迎嚟到陽光山 Sunny Hill 健康中心嘅急性康復科。陽光山 Sunny Hill 健康中心係 BC 兒童醫院嘅一部分。小朋友同青少年嚟呢度使用多種嘅護理服務。要嚟到呢度，你可以先到 BC 兒童醫院嘅大堂，嗰度附近有間禮品店，然後搭升降機上到3樓。如果你係由 TAG 急症護理中心嚟，你都係搭呢啲升降機去急性康復科，英文叫做 ARU。嗰度會有職員迎接你，或者你可以撳門鐘，然後沿住走廊行落去。呢度係團隊護理站，喺呢度你會見到護士同埋你嘅醫療團隊嘅其他成員。當你一嚟到 ARU 嘅時候，呢度就係你報到嘅地方，護士會帶你去你嘅房間。你會有一個設有天花吊升機嘅私人浴室，一部電視同 Xbox， 一個雪櫃，一張俾你嘅照顧者瞓嘅梳化床。如果屋企有任何物品可以令你同你嘅家人喺呢度感到舒服啲，你都可以將佢哋帶嚟呢度。當你安頓好喺你嘅房間之後，你嘅醫療團隊成員會俾你一本歡迎指南同埋一個星期嘅行事曆。當你準備好之後，醫療團隊成員會帶你參觀下呢個康復科。你留喺急性康復科期間嘅體驗係獨一無二嘅，將會視乎你嘅需要同目標而定。呢度有間健康室，用嚟做物理治療同其他活動。如果你做水療，呢度有個暖水療池。喺廚房，你可以練習多啲喺屋企用嘅技巧。你仲可以喺我哋嘅課室繼續學習，呢度會有老師喺度幫你。喺你留院期間，家人可以使用洗衣房同埋安靜室。放鬆同休息係好重要嘅，喺急性康復科有好多方法可以放鬆。你可以嚟下呢個露台，呢度有啲花床，方便大家種植水果、花卉同其他植物。你又可以行出去戶外健康花園，嗰度你可以探索藝術作品同埋唔同景物嘅質感。Snoozelen 房間係另一個寧靜嘅空間，嗰度有柔和嘅燈光同埋令人感到舒緩嘅聲音。喺陽光山 Sunny Hill， 家人係康復過程中好重要嘅一部分。我哋鼓勵你哋一齊食飯。你嘅家人可以喺廚房煮嘢食。如果你訂咗病人餐，佢哋會送嚟呢度。我哋歡迎兄弟姊妹同朋友嚟探你。喺日間，兄弟姊妹可以去自助餐廳附近嘅兄弟姊妹支持中心探望你。喺夜晚，你同你嘅兄弟姊妹可以同康樂助理同義工玩。如果你對留喺呢度有任何問題，或者有啲要求可以令你喺呢度過得更舒服啲，請聯絡你嘅醫療團隊。我哋希望你鍾意呢次急性康復科嘅參觀，我哋期待同你見面。